勇士人要娶我，阮大早命拢要嫁我。是安怎叫陈姑娘唔肯？唔是伊唔肯啦，其实哦，是早就有心爱人啊啦。想讲甲我唱，我要向伊挑战。什么人？你来叫谁单飞啊？嗨呀啦，紧来啦！先错啦。是不是军队了发生代志啊？是毋是阁有人中毒？这比人中毒更较严重。到底是安尼？你唔紧讲。啊，都一卡正大卡的臭蛋去车倒去啊！罗大勇，这几天大家拢真紧张，你安尼大细声嘘，我叫是什么要紧的代志？什么叫错当车倒去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咪讲清楚。外口迄个人会甲你讲。唐伟，搞出来！唐伟，你搞出来！搞出来！马哈哈，你点咩？听我讲。你对伊遐歹要创啥？后摆对较好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后摆对我较好啊，我已经找着靠山。阿官，你坦白讲，单位的头壳是不是比我较好？啊，是的运气比我好，还是你感觉我无够凶，无够绝？安尼好，外口人伫咧讲，单飞较够带人，我带人拢惊我，单飞是带人带心。我甲你讲。人的心上无可靠，讲变就变。你摕这个针，去刣遐病部犯，一工刣一个，刣到遐病部犯，甲单位变面为止。要做我父母我的徒弟，本来就无简单。做我的徒弟，搁做我的囝婿，若无相当有才情，是做袂起。你思念香兰，我真甘心。我是希望你思念我的查某囝，会当互你有搁较大的决心，去做一寡大代志。当你若是发现思念香兰会变成较软只，你就唔通搁再思念落去啦。师傅。安那讲，小姐都已经往生啊！伊做神的嘛，随咱做人的真一点仔心意。即摆是咱做人的，随时拢有性命危险。师傅，李南这人本来搞才艺，伊发现我最近愈来愈巧，对我真袂信任，处处提防我。伊对付单位的一寡计策，步步破桥。伊把这失败的过错全拢抹予我，相信真紧就对我动手。依然这个人的个性啊，伊若是真正要杀你呢，一定杀到互你不知不觉。伊即马只是甲你吓惊尔，伊所要知影是讲幕后指使的是啥物人。若有一天伊对你笑头笑面，你才是真正爱注意。你搁去放消息，有时3分真7分假，有时7分真3分假，一定要想办法，互伊双方面对决。师傅，你讲我是你的囝婿，不过自从你转来了后，大家拢叫我替你出生入死。除了这以外，感觉拢对咱囝婿拢无其他话通讲。我要对你讲的话，就是赶紧将交警甲鸦片馆的权益甲摕倒转来。若有钱，咱才有法度甲李南跳破面。
刘姐，要做啥？啊，你这衫是要做啥？这领衫要有相亲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要大领，要细领，连想都无想过。假使讲有一个人，伊毋管讲这衫是做了大领细领，若是你做，伊拢会甲当做是宝。若是有这款人，你感觉会安怎？王牛姐啊，我知影啥人对我好，啥人对我歹。啊，毋过感情的代志，好的受袂起，歹的闪袂过。敢会当一天一天拖磨，希望有一天会当放下。但是即马，我连想都毋敢想。我毋是要叫你决定啥物啦，只是讲有一寡代志到最后，共款是都要放下。你何必着互这个代志，连你一世人也悲惨落去，安尼敢有价值？你考虑看觅，我先来走。我若想要讲话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以你今仔身份地位，根本无适合来我本医院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是我家己想袂开，一直甲你当做是我心肝内上重要的负担。我阁定定欺骗我家己讲，早就对你死心啊。啊，毋过见钱也真的是，我若无一定想着你，我阁会暗慢慢流目屎。恁总是甲家己的痴情当作做伟大的，你敢毋知？痴情若毋是双方面欢喜甘愿，安尼痴情的人根本就是戆。今仔我当做甲一个头人，根本无法度用我家己戆，也是别人戆，迄是影响我的声望，我的地位。若毋是冷酷无情，就无今仔的你啦。你讲这话，我一点仔都无意外。我今日来，毋是要听你讲，是有两句话，你一定要听入去，你一定要了解。从今以后的水莲，袂家己搁欺骗家己啊！希望从今以后的你人，家己嘛要看清楚家己。这领衫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我将伊留伫咧遮，无想要甲伊炸走，因为为明仔载开始，我所想要面对的是我家己，毋是虚伪的你人。虽然咱真正无话通讲。你讲过去的你人已经死了，那安尼过去的水莲永永远远彻底会死心啊！虽然带紧，我今仔心情真好，来
来找你啉酒。啊，你今仔心情嘛袂歹，搁会晓种花，这花搁真好。就亲像我今仔心情共款，芬芳灿烂。我敬你一杯。我上看袂起的，就是遐读册人，一日到暗食百样鲜鲜，生一支喙，敢若遐批评这，批评迄，安尼阁无大志。每遍若到中秋节，遮的读册人都会烧酒规大阵，伫遐啉酒作诗。赏月看花，因讲这就是风流文雅。啊，若像咱遮无读册，伫咧啉酒开讲，伊就讲咱是醉生梦死。来，你啉一杯。蔡根嘛捌醉生梦死，毋过即摆蔡根要啉酒爱敬人，啊，若你请烧酒。伤苦，我吞袂落。想袂到我当堂的李彦祖，伫迄一天内底，先去拄到一个无知识的查某人来甲我刺激，即马阁拄到一个无路用的人来甲我拒绝。你想，我要安怎较好？即摆你是天，阮是人，要透风落雨。是天咧做主，毋是阮人会当主位的。毋知我安怎讲，你有满意无？满意，当然嘛满意。你即马讲的话，就亲像我看袂起遐有读册的人共款。啊，拄则敬酒你毋啉，安尼即马，我就来请你啉罚酒啦。花，你着好好啊食。你若有命活到8月15，我就会来遮啉酒、赏月、看花。伤心的歌。
大人过奖，小个甲大人比起来，搁差一截。你伤客气啊！差一截的人是我，毋知这位朋友尊姓大名？你是做官的大人，小百姓毋敢严格探红杯，不免通名报姓。是袂？未到台湾有这种卡事。咱公园都也真请呀，全是一寡饭桶。恁敢知影？台人对我来讲是偌重要。我会安尼做，毋是为着我个人的快乐，我是为着军园的前途。叫恁台下几个人都抬袂过手，安尼咱军园后摆是要甲人徛起？园主，这个代志我已经查清楚，拄好一队官兵经过，带队武官功夫真好，就是伊破坏园主的计划。阿某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这个代志你莫插手，是安怎事情的经过，你会才清楚。我知影园主上讨厌三种人：废人、无路用人，也甲要食毋妥谈的人。我为着要保持家己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事事项项加足谨慎。好，哦，你著讲看卖，这个武官是啥物来历？真有可能是新任的同伴。阿某，你最近愈来愈反常，你的头壳变甲这么好，是毋是有啥物高人甲你指点？啊，若有，你著甲带单互我熟悉一下，我会好好甲款待。园主误会啊！阿某以后较检点，毋敢伫园主的面头前黑白讲话。你若黑白讲话，我上加生气。你一点一滴讲甲这么精讲，我会烦恼呢。这个代志都已经破局，你想要安怎收尾较好？请园主支持，阿某也毋敢黑白出主意。你若无甲我想一个办法出来，我随时叫你人头落地。是。咱官员放消息出去，讲这件代志并无反所做，咱对园主上有利。会晓替我设想，安尼就表示你还阁有另外价值。就照阿某的所讲去做。是。阿某啊，你这条命都要好好啊保守。我发觉你对我愈来愈有路用。这个钱，唔是要买你的财情。是要买你，唔通伫我的骹脚作怪。是。咱今日拄到迄个人，你敢有熟悉？有。伊的骹手真好，若是朋友，对咱真有帮助。伊是我的冤仇人，叫做陈辉。若是冤仇人，恐惊的。惊？你若惊，你是要安怎做武将？
是要咱带兵去对付遐白毛犯？我知影你是咧笑我惊死，秋水姑娘。身为一个武将，若是毋惊死，就战袂赢。就是因为我惊死，我才会想办法要消灭所有敌人。在战场上，你若想要保命，上好的方法就是袂当互敌人有一点点机会来伤害你。我就是这种惊死的武将。恁遮的官拢共款，一个比一个较敖讲，一个拢是空嘴薄舌。无甲柑仔兰遮的人，拢会看袂起恁遮的官，看袂起朝廷。莫讲是柑仔兰遮的人，连我都看袂起遮个做官，看袂起这个朝廷。你甲阮阿爹无共款，阮阿爹是要对朝廷尽忠，才会爱做官。既然你看袂起朝廷，那安尼是安怎你要做官？朝廷高高在上，这个朝廷上大的问题，就是毋知影要安怎好啊对待汉人。恁阿爹是汉人，伊有平步反台时，我当然徛汉人这边，我绝对替你出头。啊，不过秋水姑娘，有一项代志你爱了解，阮有条就有主，我袂因为你怨恨平步反，我就甲所有平步反拢刣死。我若真是安尼做，毋就甲你拄仔所讲遐有看袂起的官共款。我是请你来帮助我报仇的，毋是请你来教我讲道理的。既然你做官人有做官的立场，那呢我嘛甲你讲，就算讲你毋肯甲我斗相共，我家己有一条命，只要我这条命搁伫的，这个冤仇我一定报家底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是阮阿爹的朋友，伊来找你，绝对无歹意。既然你若无歹意，来遮是客，请坐。多谢。朋友，你若是有够诚意，敢会当甲小弟照应一下？得罪了。既然秋水姑娘讲你来遮无歹意，敢会当请教，你是毋是好意？楚大人得容易啊，死了非常烦恼。我今仔来觐见大人，就是希望大人会当替朱德良释冤。朱大人的代志，秋水姑娘甲我讲啊真清楚啊。这条代志，我一定会公事公办。请问，还阁有啥物指教？大人，你来柑仔兰做官，毋知你对柑仔兰了解偌济？听你的口气，应该是你对柑仔兰非常的了解。大人，《三国演义》你毋知了解偌济？非常熟。柑仔兰即摆有两股势力，一个是李兰，一个是陈辉。大人，你用个讲是第三势力。古早老毕甲诸葛亮以牙对谈，天下定三分。朋友，甲你今有心来找小弟对谈，咱敢会当三国归一统？大人是一个武将，上马会当拍天下。若要三国归一统，行做你身躯边还佫欠一诸葛亮。以早老毕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，我较好奇。是诸葛亮连夜来找我这个老毕。恁讲来讲去，拢是对柑仔兰这个所在有野心。恁有野心，我无意见。啊，毋过若是将阮阿爹的冤仇当作无要无紧，我毋管你是老毕，也是诸葛亮，
我干那一字，杀！万年姐啊，啊，讲你安怎？来啦，啉茶啦。好，来坐。老春啊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恁阿兄是安怎会介意水莲？其实你唔好看伊遐尼空空呢，较早嘛真侪人甲伊讲亲情，啊伊拢共拒绝。伊讲吼，伊也无贪人水，也无贪人好嘢，啊伊将来要娶的某吼，会当袂晓替伊花家，啊毋过一定要对我这个小姑做好诶。阮阿兄介意水莲哦，毋但介意伊的温顺，伊讲水莲吼吃过真侪苦，即款查某囡仔较会体贴人，啊嘛较会晓惜好。其实哦，阮阿兄对伊终身大事哦，是真有拍算的人呢。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较放心啊。水莲吼是一个会晓痴情、袂晓拍算的查某囡仔。若是当着一个敢会晓计较伊的过去、袂晓疼惜伊的查甫人，那安尼水莲的后半世人一定会过甲比即马搁较艰苦。我想一段好的姻缘，除了靠人促成，嘛都要看天公伯的安排。到底有成无成哈？姐，白婆庄用台死这个人，即摆死在拖倒来门口啦。完啦，你是讲一个，那变两个？落啊大勇啊，徛！啊你嘛拜托嘞，啊你倒死人的身躯边啊，困干咧咕咕叫。妈，你都唔知影拖死人偌忝，你知无？我即马是一面忝一面惊呢，迄就知影我无胆，还佫叫我拖死人，你有够夭寿。这啥麻烦？关娘姐啊，是安怎麻烦？这个人表面是叫秋水的检所害死，啊，毋过其实伊是因为严重的内伤致死。姐啊，不管是内伤还是这支针啦，这个人一定是朱秋水害死的啦。朱秋水所为是针伤，伊若是想要杀人，一定会对金梅入手，无可能有遮重的内伤。关娘姐啊，即摆不管是啥物人害死的，这件代志若叫嘛好好知影，后果就不堪设想的。春啊，进来帮我看看，进来走。是要倒啦？你拄则毋是讲啥物不堪设想？我保我袂错呢，这种后果我袂堪你啦，紧的啦。姐啊，不管这个人是毋是朱秋水害死的啦，咱先甲朱秋水斩起来，万一马哈下来，咱就交回处理。若是无找到真正凶手，一定还阁有事尾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。高祖人咧拍啦，讲两个人做伙啦。今日我系闹高拍，主要就是要做钓鱼，要钓你出来啦，唔正经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呀。大人，李彦祖，请坐。大人，伊用新官就任，做地方头人的一定先来拜会。一来是表示礼貌，二来对地方的事务想要甲大人交换一个意见。我拄仔来到加马兰这个所在，对人对事拢比较较清楚。照我所知影，前2粒通判下场拢真凄惨。毋知李彦祖对这2个通判有啥物看法？大人，你问的是一个大问题，咱暂时按下。人讲在家日日好，出外条条难，这是我淡薄仔的心意。做官人，身躯若无一点仔钱，官哪做会大办？多谢李彦祖这份见面礼。我这人对钱的看法，甲别人有较无共款。这个银票若是要买我的心，金额有较少。若是李彦祖对我这个出外人的好意，礼数又阁伤过重。上好的办法，就是明仔载我甲你讲笑。大人，你拄则问迄2个通判，头一个人为财死，第2个无够人和。希望大人，你毋是第3个。李彦祖，这你会当放心。我这人出世时阵歹买你，算5行败8卦，我这人的命格还阁真硬。所谓算命先啊，敢若有人敢甲我断生，无人敢甲我断死。毋知李彦祖，你敢有咧共看命？大人，人讲家己命中带破，才会当替人算命。啊，若是这点，你然无迄个资格。也毋过，自我捌代志的时阵，我的士大人捌甲我交代，讲我是乞食身，皇帝命。我无法度替人断生，嘛无法度替人断死。也毋过，我有法度掌握别人的运道。哦，那呢？你看，我这阵来到加马兰，运道啥物款？若是讲到运道，有人看面相，有人看骨骼，有人看手相。我的人较实际，我相信风水。啊，你说这块地，若是会晓处理的人，就会大富大贵；若是袂晓处理的人，会身败名裂。既然李彦祖无契合我这出外人，指点一条明路要互我行，敢袂当请你讲较清楚？啊，你说这个风水地，我若是想要大富大贵，应该安怎处理比较较好？大人，人讲毋捌货会请人看，若毋捌人会死一步。啊，你说这块地，即马叫单位霸占掉咧，搁较好的风水地。卖互伊败了了，大人，你若想要大富大贵，就爱先拄着单位。大人，我卖袂了了，我先失陪。李彦祖，请。
也真面大，大家拢去掠拍，你做遮哪掠？你几啊遍拢无刣我，还佫叫阮阿兄，我是足想要报答你的啦。毋过我若求你，你敢会刣我？是我啦。我相信哦，大家拢会讲你是歹人，毋过你一遍又搁一遍，对阮兄妹手下留情。对我来讲哦，你一半是好人，一半是歹人。进前哦，我要救你的时阵，我嘛是一半惊吓，一半感激。我会决定救你，是因为我头一遍遮尔近、遮尔清楚看到你，足奇怪呢。迄进前哦，远远看你的时阵。看你就是感觉是一个杀气真重的人，即摆咧近近仔看清楚，颠倒感觉你是一个真熟悉的朋友。你真正袂晓讲话哦。那安尼。我就会当放心，把我的心事拢讲予你听。我真正足介意阿辉的，虽然讲伊无读啥物书，毋过伊讲的足侪话，拢足有道理的。伊讲，毋管是好人还是歹人，毋管是朋友还是冤仇人，拢爱会晓笑颜笑情。准讲后摆哦，所有人。拢当作你是歹人，你会记我今仔甲你讲的话哦，爱笑颜、笑情，还佫有疼惜你家己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着伤啊，阿乖，后摆你家己着较细腻，若无才调过5关斩入一个关公，对我这个做错，一点仔意义都拢无。你敢知影？我做囡仔的时阵，上爱人留咧拜，每一个钟头留咧拜拜的时间拢无共款。 有咧互相相请，有来有去，亲情朋友中间，若有咧行搭，感情就会愈来愈好。今仔因甲你拍着伤，我会加倍报答因。安尼，我甲因朋友中间的感情，就较袂生疏。
阿弟，我真早就捌甲你讲过，我一定来找你啉酒、赏艺、看花。也毋过我今仔日来，毋是请你啉敬酒，是啉罚酒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的一首情。